天啊，继续来看8年前发生伫台北市夜店的这件台警察的案件。这个好夜人囝詹伟豪，甲伊女朋友刘心彤，伫信义区某一间的夜店，甲隔壁道起冲突，互安管人员请出场，因真唔愿，招70外个人搁回到酒店，讲要报仇。当时这个刑警市政局来到现场处理，所互因一群人活拍死。这个案件审8年了，审到这个詹伟豪甲刘心彤拢已经结婚生3个囡仔，即摆2个人拢互判刑8年确定。到伫今仔日，连同其他共犯总共7个人，拢总入监狱开始来关。啊，这个刑警市政局的太太嘛来发出条声明，讲无法度谅解，讲这个伤害嘛永远无法度来弥补。今天是要准备进去，所以有没有什么想法？面对记者的问，拢无讲话。杀警案的被告詹伟豪伫一个帽仔，甲因某刘心彤2人头咧行入台北地检署，最后被扣手铐带上枪。佮看到媒体镜头嘛无加讲，所来因某行伫后壁嘛拢无讲话。有一群朋友来甲因送行。这个案件爱为2014年9月讲起，当时詹伟豪、刘心彤伫台北市信义区夜店，甲安管人员发生冲突，即口气2个人吞袂落去，透过黑帮分子肖瑞宏，用通讯的软体，中山联名找70外个人来到夜店要找人报冤仇，休假原警市政局到现场了解状况，和一支恶煞用红龙条抹达，讲甲救袂活。事后，詹伟豪、刘心彤被判8年确定，其他7名被告嘛被判刑7年到10年6个月不定刑期。考虑到被告等人已经和被害人家属达成和解，因此判处曾男、刘女各8年之有期徒刑。本案因涉犯被告人数众多，案情繁杂，所以才会历经8年后，才由最高法院认定原审判决并无不当而确定。案件拖8年，要么对着市政局委送来讲，并无放下。委任律师声明讲，因为嫌犯无认错，施太太无法度谅解，这款伤害永远都无法度弥补。面大做伙亲密的相片是8年前2个人，还阁是男女朋友，看得出来相片内面的人充满自信。2人伫案件审理期间结婚，总共生3个囡仔。当年伫夜店冤家相拍，化水会坚重的富二代，8年后完全无款唱手的气焰啊！最后嘛是都爱入去监狱，为家己行为付出代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